喺聖經約翰福音11章，有個名叫拉撒路同兩位姊妹馬大同瑪利亞，係耶穌嘅好朋友。觀眾可以隨便喺呢一沓牌裏邊抽一隻代表拉撒路，請觀眾喺牌上面寫上拉撒路呢個名字。而家全世界只有得一張屬於拉撒路嘅牌，等我哋為拉撒路影翻張相先。應該係為張牌影張相。為咗方便撕爛張牌，魔術師會將佢對接兩次。有一次，拉撒路生咗好嚴重嘅病，魔術師就將張牌撕開一半，代表病情嚴重。佢嘅姐姐馬大就寫信俾耶穌，希望耶穌嚟為兄弟治病。可惜拉撒路喺耶穌來臨之前已經病逝。魔術師將手上面嘅牌再撕碎，代表拉撒路嘅死亡。家人將佢埋葬喺墓穴裏邊。魔術師手裏邊冇嘢㗎，捲起隻手就好似墓穴。拉撒路嘅屍體就埋喺裏邊啦。耶穌到臨嘅時候，已經係拉撒路死後嘅第4日。馬大同瑪利亞心想：主啊，如果你早來就好了。但耶穌說：我是復活，我是生命，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就走到墓穴前，大聲喊：拉撒路出來！拉撒路就從墳墓裏邊走咗出嚟。魔術師將碎牌拉出嚟，啲牌碎咗，點復合啊？魔術師就要用膠水塗一塗，打開係一張完整嘅牌，而拉撒路就係憑耶穌行嘅神蹟完全復活咗啦。咁呢一張係咪剛才代表拉撒路嘅牌呢？同剛才嘅照片比較下，哇，100%相同啊！點做嘅呢？